佛教讲的最恐怖的三道是愤怒本尊，才有力量轮回永断。所以我们刚刚学的里面都有回这这样。我时间浪费，不讲太多，就是讲一个回这。我们所有中国的佛教说往生极乐净土，如果我们往生极乐的话，回到原来的本位，原来的地方嘛。如果没有回这，没有回到极乐净土的话，那学回这学的不好。比如说我死掉的时候到极乐净土的话，我就回这了嘛，回到原来的地方嘛。如果再转世在轮回里面更糟糕来的话，等于就是回这的修法，这一辈子的修行不够嘛。佛教的重点不了解嘛，没有办法回正嘛。大家再听，什么叫往生极乐？终身生了以后，确定死嘛。死了以后，最好我们佛教的目的是回到原来的本位，原来的地方，好的地方，吉祥如意的地方，就是希望极乐净土嘛。你不要下来回这极乐净土了。如果你这一辈子修了佛教的法，念了阿弥陀佛，还没有到极乐净土，你就没有回这了。你今天这样拍不够了。大家觉得哎呦那个密宗奇怪，西藏密宗才有什么回这，回什么东西这啊？回你的头啊？这样有些想这样，你显教不是回这极乐净土不是吗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拜托拜托，念到死亡到极乐净土，回到原来的地方不是吗？你觉得台湾不舒服，这一辈子台湾我不满意，我会去极乐净土不是吗？师父，我的什么走了，你帮忙念超度，送到极乐净土好不好？不是吗？所以回这的重点是回到原来的本位，来除去除再除，都说佛教来讲的话，希望极乐净土。了解这个意义，那小其他回这小 case， 鬼出去了，障碍出去了，不要来病了，什么太岁的问题不要来了，外面的鬼不要来了，众生不要找我了，事业顺利一点啦，身体健康一点啦，家庭平安一点啦，这个是刚刚前面讲的大回这的意义知道的话，那这些都是小 case。小事情啊，大回这不了解哈，小回这数目几万念也是有一点困难哦。所以回这的意思是，这一次得到人生，遇到佛法，又遇到很好的上师的时候，最后回到极乐净土阿弥陀佛那边。没有到极乐净土，没有独立，没有回到原来的本位之前，任何的障碍都不要来，吉祥如意的意思了哈！不要讲太多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